Google 地圖優化指南吸引更多香港本地客。地址、電話、營業時間全部要 update， 仲要記得 upload 啲靚相，因為相片會直接影響客人點擊你個商戶。特別係餐廳、美容、零售店一定要靚。第二，主動揾客人留5星評價。唔好怕開口，做完交易服務後，可以禮貌咁邀請客人幫你留 review， 越多正面評語，你個排名自然上升，曝光都會多咗。第三，定期發布 post 或者優惠。Google 地圖其實可以當社交平台咁用，你可以發布新產品優惠資訊，咁 Google 會認為你個商戶活躍啲，自然推高你排名。如果你想學多啲 digital marketing tips， 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啦，下次再教你點樣用免費方法吸引更多客流。Mad Pixels We Connect People， 讓你品牌走得更遠，我哋幫你實現。